万生老师于4代同堂的客语家庭成长，投入推展客语迄今，不论于创作与教学上，发挥流畅的客语实力，大量创作文稿，指导学生参加竞赛屡获佳绩，在重要会议上担任客语口译，经营网络社群，分享客语及参与政府部门相关计划等推动，秉持客家及生活、生活及客家精神，全方位推展，对客语保存与发展致力甚深。今年东方喜得到高普112年推展本土语言杰出贡献奖。客家老古语言讲，唔讲路长，只讲子短。东方喜经过大家按多年嘅3万大兵，客家嘅声音也下做得本世界都听到。当然，爱感谢嘅人当多，感谢屋卡一路以来，佢家人咧向下讲下，还有先生前辈嘅指导。当然，还有一群等一下嘅小朋友，喺佢哋有啲課堂導向，幫佢啲教學導向，做得來成長，做得教學上長，做得做中學，我會繼續答應，安生。之後真歡喜嘅就是一下做得聽到越來越多嘅人興講客、敢講客。現在自家嘅錄音、口譯，也係講廣播，還有啲網絡嘅面書，還有啲教材嘅編寫，啲行業嘅教學，本大家做得前進，徹底嘅客家化，係我知道真歡喜嘅一件事情，也係感覺真大嘅成功。高從山高，對半夜到天光，愛講大菜茶，衝過一山又一山，愛講大鑼鼓，咚咚咚鉦咚鏘，愛講吉他弦，2、2、5、1、1、2、3。大家共下就唱出來，唱到日頭愛落山。我想得獎唔係一個重點，佢係一個集團嘅起點。未來我想愛同自家嘅創作，和了佢編輯出版，還有再來編寫，比如講像認真嘅教材，還有啲行業學習嘅教材，整理啲客家語文來做啲出版。因講花係風，筆係種。透過出版，我想佢做啲影響嘅時間，還有空間，也會較發較長。再來就係希望來帶領團隊，大家共下來打拼，留後生人共下留佢帶落來，也留啲一輩嘅能量來傳承俾下一輩，也係我未來還想繼續做下去嘅事情。客家當講，我知道講客。就會以來用生命感動生命嘅歌唱，故所我同大家講，唔是講笑，勇敢嘅來講下，講就錯嘅，做就錯嘅，安子。現在開始說我們的話，一下開始講恩利嘅話。